大家好，今日同大家拆解下一個隱藏嘅營銷號。我哋先睇睇呢個賬號嘅一啲簡介。佢上面寫軍事、科技、汽車，稍微了解一點點，跟住兩句口號，然後下邊一個賬號。呢個賬號會查過，就係一個微信號嚟嘅。跟住我哋睇睇點解我會講佢係一個隱藏嘅營銷號。首先睇一個視頻。2升的巴氏杀菌奶，首先这个牛奶是蒙牛生产的，没错，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蒙牛，它的执行标准是国标 GB19645，某名的牛奶综合下来其實價格還更低一些，但是參數反而更好。佢講嘅嗰個牛奶其實就係山姆賣嘅2升裝嘅鮮牛奶。呢個牛奶之前胡信峰係強力咁去推薦嘅，但係就係胡信峰喺度推，事實上並非好多人都認為呢隻奶係好好飲。我先段時間都買過呢隻奶，我嘅感覺上都係一般般，不過不失嘅啫。但係佢不斷咁強調有人吹呢個牛奶，佢喺呢個過程裏邊，佢嘅觀點其實都冇乜問題，只不過佢係一路係帶住節奏。但係當佢講到佢嘅殺菌方式嘅時候，就有問題啦。佢講到明佢呢個牛奶就係巴氏殺菌嘅，而佢用嚟對比嘅光明嗰款牛奶咧，其實唔係巴氏殺菌奶嚟嘅，佢係屬於一款超巴奶。我哋睇翻佢嘅標準，佢嘅標準係一個企標，根本唔係 GB19645。所以佢攞嚟對比嘅係完全係兩種產品。我哋喺上一期視頻已經講過，巴氏奶佢嘅活性成分嘅含量同埋其他維生素嘅含量係比超巴奶要好嘅。呢個第一個問題。我哋再睇另一個視頻。我他媽笑了！我看到有人說山姆的牛奶都是專供的，聽好是專供的。我跟你講啊，你們這種人就很好騙。佢第二個錯誤嘅觀點就係話山姆呢個牛奶俾人講到係專供嘅，係好可笑。實際上佢專供嘅概念係咩？佢已經搞唔清楚。專供嘅方式其實有好多種，呢種產品就係 OEM 產品，貼牌加工產品。貼牌加工其實亦都可以作為一個專供嘅裏邊一種認識，因為佢喺貼牌加工嘅過程裏邊，佢完全可以喺合同裏邊規定佢所使用嘅外包裝用量或者係佢嘅成分都係要係獨一無二，唔能夠同佢蒙牛嘅其他產品有重合嘅。事實上，山姆喺好多種產品，尤其是喺食品上面，佢嚟嘅 OEM 方式都係咁樣嘅，包括我之前講過嘅好麗友同埋維龍，佢哋兩種產品其實同佢出邊自己生產嘅嗰啲產品係唔一樣嘅。呢啲其實都可以統稱為一種專供嘅方式。佢另一個錯誤嘅觀點就係認為山姆呢隻牛奶之所以平，係因為佢用咗膠樽，因為佢相同成分嘅蒙牛佢哋自己生產嗰啲牛奶都係用紙盒包裝嘅，紙盒包裝嘅成本要高，但事實上係紙盒包裝嘅成本其實唔高，最貴嘅嗰隻尼祿包裝一個250毫升嘅膠樽嘅成本大概係4毫半，然後我哋再睇睇膠樽嘅成本330毫升嘅要成9毫煮，所以膠樽嘅成本係一啲都唔比紙盒平嘅。點解蒙牛嗰隻奶反而賣得貴啲咧？其實就因為蒙牛佢嘅產品裏邊附加咗好多廣告費，大家佢要諗諗蒙牛做過幾多廣告。然後山姆做過幾多廣告，甚至你哋有冇記得山姆做過廣告，同埋佢嘅商標嘅使用費，嗱嗰個哪吒嗰個商標啦，而山姆嗰個基本上就同一個白樽係冇乜區別嘅，所以佢就平喺呢度。佢第四個嘅錯誤問題就係話用塑料樽嘅牛奶容易變質，容易結塊。我告訴你減配在哪裡，就是包裝，裡面的東西是一模一樣的，但是它用了更便宜的包裝，也就是塑料瓶包裝，而不是傳統牛奶企業經常用的紙盒包裝，也就是利樂包裝。這個包裝的成本很高的，那麼代價是什麼？就是今年年初被曝光大量的山姆牛奶在家裡放了2-3天之後就倒出來變成豆腐了，就是因為塑料。但係我哋喺之前嘅視頻已經講過，好多時候就算佢結塊嘅係我哋自己攞翻嚟之後冇保存好，溫度過高過低都可能會使到牛奶裏邊嘅脂肪同埋蛋白質會結塊嘅，但係唔代表佢係飲唔到嘅，只不過係冇咁好飲。只要唔發酸嘅話，一樣可以飲得到。而且呢啲情況唔單止話喺塑料樽，就算喺紙盒或者玻璃樽嗰啲牛奶裏邊一樣會發生嘅。佢嘅最後一個問題就係佢喺幾個視頻裏邊用咗唔同嘅幾款牛奶嚟到同山姆嘅呢一款牛奶做對比。其中有一款我可以肯定佢就係帶貨嘅，就係嗰個某鮮活牛奶。點解我咁肯定佢係帶貨呢？因為佢介紹呢個牛奶方式同其他記眾唔一樣，其他記眾佢係攞啲網上嘅截圖。佢呢個係攞咗一樽揸喺手裏邊，而且長時間咁揸住，呢個就令到我想起喺網上面，當有其他人介紹其他品種嘅牛奶嘅時候，經常會有一啲人喺評論或者係回覆上面同佢一樣攞住呢一種牛奶嚟到回覆或者評論嘅。我感覺上呢啲回覆評論同埋佢呢啲視頻
都係有組織咁去做廣告，係一啲軟性嘅廣告。呢個牛奶我都飲過，事實上係奶味比較濃，口感比較好。但係根據佢描述嘅工藝流程，佢係屬於一個超巴奶，因為佢係用超瞬時殺菌呢種方式嘅，就係用0.09秒嘅超瞬時殺菌方式嚟到殺菌。但係令我好不解嘅一點就係佢上面亦都標咗佢執行嘅係 GB19645，即係巴氏殺菌呢種目標。所以佢個包裝上面標嘅0.09秒超瞬時殺菌同埋個 GB19645兩個係衝突嘅，係唔能夠同時成立嘅，好有可能係屬於一種虛假宣傳嘅行為。所以佢呢個博主可能就係用一種唔係好明顯嘅方式嚟到做一啲產品廣告，而且呢個產品仲係可能存在虛假宣傳嘅行為。所以綜合上面5點，我認為呢一個其實就係潛藏得比較深嘅營銷號。而呢個營銷號佢仲使用咗其他營銷號慣用嘅一啲手法。有時間嘅話，會喺下一期視頻同大家介紹。呢一期先做到呢度，多謝。